各位乡亲、头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6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美国德州的小学校发生枪击案，造成19个小学生甲2个老师死亡。州长艾波特表示，凶手是先对伊阿嬷开枪，才去学校开枪。若开枪进前，伊拢有写面册宣告。若州长在开记者会的时，嘛互反对民众有穿的民主党的对手甲骂讲政府啥物代志拢唔做，才会造成这场枪击案。所有的笑拢爱算伫州长的头壳顶。德州州长艾波特伫咧锁定罗布小学枪击案的时阵，民主党政治人物欧洛克突然间走来。No, he needs to get his ass out of here. This isn't the place to talk this over. This is totally predictable when you. Sir, you're out of line. Sir, you are out of line. 欧洛克被请出去，民众内面有人大声改骂歹听话。There's no words that anybody shouting can come up here and do anything to heal those broken hearts. 欧洛克反对有枪，不争取2020年东来总统初选，在1月其中选举要选德州州长，挑战艾波特。He went to Santa Fe High School after kids were killed in their classrooms, told the parents he would do something. He did nothing. He came to my hometown of El Paso after 23 people were slaughtered.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do something. He did nothing. In fact, the only thing he did was make it easier to buy a gun. 沃德的罗布小学枪击案造成重大死伤。德州州长艾波特讲，凶手犯案进前有伫 FB 讲。Posted by the gunman on Facebook approximately 30 minutes before reaching the school. The first post was to the point of, he said, I'm going to shoot my grandmother. The second post was, I shot my grandmother. The third post, maybe less than 15 minutes before arriving at the school, was, I'm going to shoot an elementary school. 凶手对因阿嬷开枪，因阿嬷面着枪，ยัง过好佳在抑有法度报警。艾波特讲，罗布小学枪击案有10几个人受伤，好佳在受伤的人拢无性命危险。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美国德州的小学发生枪击案，引起全世界关心，包括高中方志果，也有各国的头人，也有体育界、演艺界明星，拢有向李兰加致哀。若发生这场悲剧的小镇，规工嘛拢感觉真悲伤。德州的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19个囡仔甲2位老师死亡。在案情也未调查清楚进前，伫咧市民中心等通知的家长心拢求助会。像这位老爸就正担心伊10岁查某囝，伫咧遮已经等几落点钟啊。We can't get anything. We can't get anything as little as they're okay, they're not okay, or we're still waiting, or you know. 这件代志，互当地这个镇大家心情拢正歹，国际社会也正关心。Ho il cuore affranto per la strage nella scuola elementare in Texas. Prego per i bambini, per gli adulti uccisi e per le loro famiglie. 天主教教宗除了为受害者祈福，也希望对枪击爱加强管制，希望这种代志莫阁发生。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个芬兰总理等人，拢用推文或者是录影的方式表示哀悼。美国国内自演艺圈到体育界，拢有重量级的明星出来关心。I got kids, send them to school every day, drop them off. And you feel for the parents that are, going through what they're going through. I can't even imagine the pain. So， 案发的这间学校大约有500位学生，主要是西武的为主。对这件代志不幸死亡的囡仔，年纪拢伫咧7岁到10岁。凶手拉莫斯伫咧伊一满18岁，就随走去买2支枪。不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可以害这寡囡仔？警方也搁伫咧调查。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镜头搁转来国内，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是新增加89000外的本土病例，有76个人死亡，死亡的人数是创下高一个新高。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咱国内疫情也伫高原期。若疫情指挥中心嘛已经宣布，从今仔日开始，所有的民众总共快提出阳性，经过医生确诊，就当作是确诊。
国内2个新增加89352例本土病例，个案分布以新北市上济，有21000多例；国内是桃园1万多例，高雄9792例，中正头增加122例，东靖增加69例，死亡个案有76例，其中73例有慢性病，31例无注疫苗，3例无慢性病，有30多岁少年个案。30多岁的男性本身有癌症的病史，没有接种过 COVID-19 的疫苗，那这次染疫之后有罹患肺炎跟呼吸衰竭，以及本身癌症恶化的一个关系而过世。本土个案欠悬，阁新增加一个儿童重症，是一个住伫婚龄6岁的查甫囡仔。个案因为发烧就医，出现热吐，也甲斑面镜头，转送去急诊的时阵烧到42度，快筛确诊并发脑炎甲肺炎，目前持续伫治疗。诊断是这个新冠病毒感染并发脑炎跟肺炎，那目前在教病房使用类固醇、瑞德西韦、免疫球蛋白、免疫调节剂，还有一些降脑压的药物等等在治疗。指挥中心表示，考虑全台湾已经进入大规模流行阶段，为了保全 PCR 采检量能，也甲赶紧予高风险感染者抗病毒的药物。2日开始，快筛阳性经过医术人员确认，到判定是阳性病例，全面适用。指挥中心评估，目前疫情也搁伫高峰，也未缓和落来。今天的这样的死亡数，其实也是否对应到5月18、19开始的这个8万多到9万的一个确诊数。所以相对占量大概是8%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是不是有特别的一个情况？我想还要值得再观察。为了鼓励长辈注疫苗，指挥中心高价卫教片奖励。6月底前，长辈不管是注第1期、第2期还是第3期疫苗，除了原本500块卫教片，也可会当得到2份快筛试剂。目前中央已经把快筛分配到地方卫生局，希望阁冲关长辈的疫苗注射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目前咱国内疫情是伫高原期，病例数多，嘛考验医疗量能。疫情指挥中心伫进程中调整专职病房护理师照顾病人的比例，对原本的1:5，医学中心放量到1:9，若地区的病院是搁较能是1:15。一个护士爱顾15个病人，这是引起基层的不满。昨下晡，指挥官陈时中毛甲护理师工会见面，基层即马要求中央是爱看重护理人员人力无够的问题。第一线医护人员伫咧这边新冠疫情是真辛苦，验过指挥中心最近调整专职病房的护病比，自原本的1:5放量到1:9，地区病院甚至是1:15，基层真不满。因为现在的确诊病人都是重度才住在医院里面，除了照顾他的专业照顾以外，还有一些生活照顾，翻身、拍背、喂食，通通都是我们护理人员要做。所以我们一个人如果要照顾5个，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承受了。指挥官陈时中如果邀请护理师工会座谈沟通，最后确定专职病房护病比1:5做原则，袂用超过1:7。最近的韩文国病院安排受过训练的照护辅助人员加入专职病房团队，一个人一班5000块的津贴，儿童病房的津贴也有可能增加。现在好像有一些相关的意见。那我想我秉持的最大的诚意，那听取大家的意见，那能够共谋解决之道，那最好。钱一定都会到护理师身上，但是这个多一个病人多2000块，不是我们的诉求，也不是我们要的目的。我们要的是人员能够好好休息。5大医疗业工会伫会后发联合声明，讲原则上1:5，上最1:7，这个有宣示性的作用。卫福部并无讲要用什么方式约束病院，伫即马人这么欠。增加津贴是治标无治本，而且也批评这场讲是关系到基层护理权益的重大政策。工会是对媒体报道才知影，伫迄天早起5医疗业工会只个会当派1位代表去参加，政府敢真正有要听因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咱继续受锋面的影响，各地拢会落雨。气象局目前有针对18个县市发布大雨也是大水雨特报。咱来看分图。今仔日各地同款雨会真粗，西半部、东北部落雨时间嘛较长，而且高具地时间会强降雨。若西南风增强，所以中南部落雨机会嘛增加。气象局早起有针对18个县市发布大雨也是大水雨特报。温度的方面，今仔日高温是25度至29度，低温是20度至23度。嘛要提醒乡亲，今日爱洗一单雷公、强阵风甲溪水涨流。若拜五进前拢是这款剧烈的天气，爱等到拜6雨水才较减少。
只剩中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伫拜六就会恢复侪云到好天，而且有淡薄仔热。拜六开始高温会伫30度以上。来关心拍运的收水国手陈良达，拜二暗暝时伊骑倒摆经过高雄鸟青公园路，那亲像是因为雨来天路伤骨，伊全第一餐跋倒，去互公车交过，不幸过往。伊顶个月才伫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摕到7个金牌，学校表示会替伊做一张毕业证书，若本地要互伊的奖金，即马会交互家属。年仅18岁的游泳选手陈亮达。去年9月，穿西装的拍运国手陈良达，得到总统蔡英文接见，伊游泳项目表现真好，被叫做水中高粱，也是2021年东京拍运代表团中上少年的选手。煞伫24暗，骑车经过高雄鸟青区公园路口，疑似落雨路骨，洗弯的时阵连人惨车，出去对向车道，后备副打东爱公车弄到送医不治。刚好一个转弯，要快到中线了，他一路滑过来。他就差不多离我差不多有20公尺了。那时候你紧急刹车？我就刹车了啊。自细汉带大陈良达的阿嬷，相信到话拢讲袂出来，无法度相信讲要比赛摕奖金，摕家己换后倒摆的孙，别个倒转来啊。第3水道高雄市陈亮达。陈良达一出事无卡倒，正像山仔连着。3岁时阵，家庭烦恼伊大腿萎缩，会学游泳，也互陈良达找到兴趣。19岁年纪一直摕奖，去年头一摆参加拍运摕第8名的成绩。今年度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摕到7面金牌，破大会甲全国纪录。4个小时团内，自细汉看陈良达大汉的厝边艰苦甲目眶红，学校也真甘，因为陈良达会当讲，逐工拢到游泳池训练，所谓拍拼老师教练拢看伫眼内。上个月他得到7面金牌之后，校长其实有启动学校的一些奖励金，那我们预计是要在这个月颁发给他。那因为这个消息太突然了。技术落雨落骨，夺走陈良达少年的性命。因为最近大气层较无稳定，较会有低降强降雨，民众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金管会表示，依照防疫保单的契约，被保险人准讲有医生的认定去为着法定的传染病，保险公司就爱照契约、照聘、照行。所以，就算今仔日开始政策有改，讲快开出阳性，经过医生确诊就算确诊，虽然无 PCR 的证明啊，也毋过同款爱理赔。来看《中国时报》。国发会伫今仔日会伫行政院会报告，因应目前本土疫情新的进行计划，打算要提出花100亿的进行方案，会以受影响上介严重的交通部甲经济部所管的产业为主，观光业有分到60亿，餐饮业有分到33亿。来看《联合报》，整个国家即马陆续拢在放令，要甲病毒共存，放令边境拼经济，但国内的航空业、旅游业嘛拢正看好下半年的旅游起草。台湾虎航伫10分开始卖当季的航班，一撮飞机机票无加机场税是免800块，结果就还未开始卖咧，官方网站就已经烧到。这是显示咱国人已经关甲挡袂牢啊！正想要出国去佚佗，嘛已经拢在抢飞机票。继续关心移动的 BNT 预防车昨昏开始注射，也毋过伫台南甲高雄拢有民众因为排无也是登记无着咧怨叹。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刷落会安排伫学校内底住，数量一定有够，家长毋免烦恼。啊，若明仔嘛阁配送28万单去地方。啊，若伫月底时嘛阁有33万单移动 BNT 的预防车会送到咱台湾。国内儿童 BNT 疫苗拜3、25开始注，台南市原本是安排入学校注，啊，毋过大部分国小拢暂停实体上课，家长前一暝临时接到通知要替囡仔医药，啊，毋过名额早就无啊。台南市卫生局解说讲，原本入学校注的时间只是延后尔。我觉得有预料到会那么多，因为其实昨天公告的时候就已经都炸掉了，全部都排不上，有挂号挂不上啊。高雄前一暝8点开放网络医药，北京病院5岁儿童 BNT 疫苗黄金名额一下都无啊。头一天301间合用院所，透早人排真长。若是新北市头一批上大宗5.7万份，有家长不满分配不平均，甚至甲中和拢干一间院所会使住。在合约院所，的配的量比较少，所以造成大家在预约的时候很快就满了，或者
排队很辛苦。好，不过讲就是说量是够的。这位中心讲，儿童疫苗量有够，主要是伫学校住为主，合用人数排第二。目前已经配送40万份到各县市，而七礼拜五会阁办28万份，也预留10万份观察各地注射进行。另外，还有33万份儿童变体疫苗30岁会到位。指挥中心也证实，收到莫德纳6岁以下疫苗注射申请资料，6个月至6岁，使用分量是全分量的1/4。不过要开放注射，至少都要等到7月了后。针对目前全台湾累计15例儿童重症，其中有7例脑炎、4例血炎。指挥中心呼吁家长注意囡仔是不是有体温比41度较悬，慢慢也甲一直吐等8段儿童脑炎重症发作的前兆。体温有大于41度哈，那也有这个抽搐跟持续呕吐的一些症状，所以这都符合我们这个脑炎重症的前驱症状。指挥中心原后定出儿童临床指引，包括抽血检验项目，注意头部影像，同时扩大开设儿童专责病房到887床，专责 ICU 原后108至165床，提升照顾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即阵咱国内疫情也伫高原期，学生是免上课、免听课，所以有人就建议讲，那无爱规气提早休热。教育部伫昨昏已经回应讲，目前政府无即个规划，也毋过会调整停课的标准，就等疫情指挥中心来公布。若有校长即马是建议讲，无就是规气用线顶上课，上到即个学期结束。困到精神，家己动手煮皮仔，大家国小附设幼稚园的囡仔准备食点心，算算的，敢若4个细汉囡仔，因的爸母因为无法度请假伫厝的照顾。临时停课太突然了，有些家长可能工作上他是双薪家庭，可能他没有办法请假。喜欢来学校？喜欢。你刚刚睡觉也戴口罩，对不对？对。那你不会不舒服哦？不会。细汉囡仔家长有需求，大家好友采用蓝班上课，集中老师甲人力轮流照顾。若是小学这礼拜停课，全部伫厝的线顶学习。台北市长郭文哲讲，台北市高中以下学校后礼拜要复课，也是提早休热，上班拜四的宣布。不过教育部是讲，并无提早休热的规划。依据各级学校学生学期假期办法规定，暑假以60日为限，如采平行挪移学习时间，提前放暑假，对毕业生还有新生入学的学生的权益影响非常的大，因此教育部没有规划提早放暑假的做法。有小学校长也认为课程无等人，若做提早休热，安尼无课这几天是要安怎？相信家庭要甲囡仔送去倒，若做疫情无法度缓和，不如线顶上课到期末。比如说5年级的课程，他不可能为了这一个4年级的下学期的这一个月，他又再补上，不可能，他就是开始就是5年级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会有一个空白的地方。新北市也是授权予每一个学校家己决定，以共和高中做例，目前偏向后礼拜继续线顶学习，5日制领教了后，再看疫情来决定。离期末敢若剩1个月，真侪校长是讲，远距离上课到学期结束，这是有可能的。不过期末考也是毕业典礼，也是予学生囡仔转来学校参加。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超过5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3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89389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是1598380例。中国病例伫 WHO 统计数字超过245万例，日本是超过871万例，韩国超过18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超过8500万例，印度超过4300万例，巴西超过30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2200万例，法国是超过2900万例。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以多数的同意票通过现任的秘书长谭德赛会当继续连任，伊会当阁做5党。谭德赛伫咧发表演说的时，伊嘛讲，伊家己是对战乱的国家来的，所以伊知影爱先有和平，才有健康。伫普瓦城中，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感谢大家的支持。
4位成员伫台湾时间离世，以压倒性的多数同意谭德赛连任，可以搁做5年。God may help me. Thank you so much. 谭德赛连任秘书长是意料中的代志，因为只敢若伊一个人参选，伊尾后发表演讲时阵讲到家己来自战乱地区，会当活到这么运气真好，讲到伊细汉就过身的小弟搁流目屎。The reason I'm telling you is I was spared, just pure luck. It could have been me who could have died more than 50 years ago. But instead was my brother. So luck brought me all the way here. If you see it in terms of exposure to disease and poverty. 伊强调，乌克兰战争顶冲突会对公共卫生造成危机，和平才是健康的先决条件。谭德赛今年57岁，是第一位做世卫秘书长的非洲人。伊来自伊索比亚，治疗发生战争的泰格瑞省。不做回伊索比亚的卫生甲外交部长，是巴拿利亚疟疾的专家，也过有真侪有争议的代志。It was December 31st, 2019, when our office in Beijing detected a report in Wuhan City, China's city's website about a new disease of unknown cause, similar to pneumonia at that time. 2年外前新冠疫情拄发生时阵，社会反应正慢，和外界批评偏袒中国。迄当阵的美国总统川普就呛声讲要退出世卫组织。对台湾的民众来讲，印象上深的就是谭德赛不公开讲遭受到来自台湾的人身攻击。And if you want me to be specific, 3 months ago, this attack came from Taiwan. 对谭德赛的讲法，咱外交部事后回应讲这是不实的指控。除了新冠疫情以外，社会工作人员伫咧民主公告犯罪性纠纷的代志，也和谭德赛正无形。也过发声写讲，虽然谭德赛受到真侪批评，也过伊对非洲的关心，对产业国家争取疫苗的努力，得到真侪认同。正特别的是，伊的祖国伊索比亚是少数无支持伊连任的国家，原因是双方伫咧泰格瑞的内战问题已经未下。公司新闻市关玲编辑。继续关心美国的联准会第25昨昏有公布会议记录，表示美国的经济真顺有当头，所以联准会拍拼控制通货膨胀，而且袂互经济倒退路。分析师是认为讲，看起来联准会是采取温和派意见，会看升利息保留空间。美国三大指数知影了后，虽拢浮起，嘛拢收红盘。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公布最近一遍会议的记录显示，所有参加的人拢重申因坚定的承诺甲决心，将会采取必要措施，让物价恢复稳定。也拢认为美国的经济正强，因为联准会正伫咧努力控制高通膨，袂互伊引起经济衰退。分析师认为，联准会会温和形式保留调整的空间。If inflation remains contained, if it begins to move a bit lower. Just given the yellow flags that are beginning to appear in the economy, we think that reinforced that view. And given that they met expectations, I think the market's early reaction was reasonably positive. 虽然有证据显示通膨伫咧3月会到上悬点，但讲联准会过度升息，可能会互经济衰退。路透社讲，各项调查的资料拢显示，美国的经济正伫咧降温。分析师看法也共款。We think the probability of a recession has been going up over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it's currently better than 50-50, 50% probability, high enough that we have worked it into our economic forecast. We think the economy will be most vulnerable to an economic slowdown or a recession very late this year or by early 2023. 分析师讲，这边的经济衰退会正温和，时间也正短。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拢收红，显示投资人对美国的经济也是有信心。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来关心巴西里约阁发生掠夺权的枪战，警方在掠夺权的时，双方发生枪战，造成25个人死亡，其中阁有一个负责人是无细致去互叛国来的枪支弹死。人权团体即马呼吁因的政府爱切断帮派的资金，对源头阻挡暴力。在枪战中受伤的民众，从紧急送往病院急诊室，其中有个已经死亡。激动的家属在病院外口伤心流目屎，也阁有人气甲骂警方杀人。
巴西警方拜日透早4点左右，对里约北部的贫民窟展开突袭，因掌握巴西上大犯罪集团的毒枭领袖，就美伫当地准备耍起白旗，决定出动直升机攻击双方伫现场爆发激烈枪战，造成21人死亡，包括一名不幸互流弹弹着的妇女。因过警方最后无掠到人，干那查获歹徒留落来17支枪甲30台汽机车，敢是过度使用武器，再度引起强烈质疑。Já é a segunda chacina no Complexo da Penha durante o governo Cláudio Castro. Isso sem falar no Jacarezinho, no Salgueiro de São Gonçalo e em outras favelas. É realmente uma situação estarrecedora. 警方是变讲犯罪集团火力强大，早就设陷阱，因是必须采取必要行动。 O número de munições que foram disparadas pelos criminosos foi excessivo, então não restou outra alternativa às equipes do Batalhão de Operações Especiais e da PRF de fazer frente à questão da força imposta por aqueles criminosos. 事实上，去年5月，里约贫民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造成28人死亡。为了预防滥杀无辜，里约警方原本这个月就要配挂随身摄影机执行任务，不过相关规定因为有代志延后，安全专家认为。 警方配挂随身摄影机，应该甲警政改革同齐进行。另外，人权团体也建议，若讲互以暴制暴的乱象一直发生，不如采取切断乌帮金流的做法，还互人民安全的居住空间。广西新闻张慧斌编译。14间国际上重要的媒体，因为同齐公开一份名号做“新疆警察档案”的文件。这个文件内底有当看到有几若千个新疆维吾尔族人，也有一寡穆斯林的族群，互掠去、互苦毒的相片。而且内底嘛有写中国的高层有下令，想要逃走的人会当开枪，记录粗残佮无人道的过程。 根据新疆警察档案的内容，中国新疆省维吾尔自治区上西部的所府官，敢若2018年就有12趴的大人互中国关押。35岁新疆维族人伊斯梅尔，就互以前往敏感国家为由互逮捕。50岁女性哈瓦古尔根本就无说明互逮捕的理由。 遭到拘禁的年纪上细汉的15岁，上年长的已经73岁。文件中甚至指出，习近平下令扩大拘禁设施。前维吾尔自治区书记但全国更加下令直接断死想要逃走的人。 It would be hard for us to imagine that the type of systemic atrocitie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ongoing campaign of genocide would not the senior-most levels of the PRC government would be unaware. 这份名为《新疆警察档案》的文件由骇客入侵新疆警察的电脑所泄露。今年初由英国 BBC 处理，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访问，而是由14间国际重要媒体甲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联合发布。其中发现超过5000张伫2018年1月到7月由警方所翕的维族民众的相片。经过其他资料证明，至少有2884人将其尾互拘禁。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伫新疆地区涉及迫害维族等少数穆斯林民族上具体的证据。虽然中国官方欢迎各方前往新疆视察，也毋过巴萨来出行。中国讲因为疫情，所以用完全封闭的方式。对此，中国官方也提出一套讲法。那么再次呢，我也要郑重的声明啊，那么新疆的稳定祥和的这种局面啊是装不出来的，我们也不屑于做任何隐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炳强调，新疆警察档案是反中势力调故意导出来所在，和指控媒体造谣讲白贼。我该烦恼巴塞来一抓，若是无法度压出新疆人权的真相，恐惊也阁会加速替中国人权洗白甲背书之路。广西新闻郑元庆编译。今仔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菲律宾的国会已经宣布小马可仕选调总统，6月30日会就职。不过人权团体已经开始咧烦恼菲律宾的民主会倒退路。高祖的疫情导到20个国家，美国 CDC 是强调讲，高祖的病毒袂透过空气咧传。罗氏药厂即马已经有研发出3种快开试剂。来看俄罗斯即马有通过一项法律，取消人民去做兵年会限制。外界就解读讲，俄罗斯有可能是想要招更较侪兵力投入拍乌克兰的战争。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国民党伫昨昏有通过3个县市长年底选举的提名案。台北市要派出蒋万安，
基隆市要派出谢国良，那南投要派出柯淑华代表国民党去参选。有议员要选台北市长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嘛互问讲，安尼伊当时准备要投入选战，伊是应讲，目前先甲市民的健康顾好，就是上好的准备。蒋万安，够帅！万安，够帅！台北市长万安、基隆市谢国良、南投县柯淑华，国民党中常会25通过这3个县市长选举提名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希望加通市的张善政，也加现任新北市长侯友宜。国民党会当串联摕到双北、基隆甲桃园。当然，我也必须要替王安讲2句话，他压力也会比较重。充满期待就有压力，但是经得起考验，最后胜利成功。知影蒋万安会得到提名，不少南洋支持者中昼就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外听候。顶调提名案通过了后，蒋万安特别行到外口表达感谢，支持者也把握机会小前甲伊翕相。非常感谢各位先进，大家对于我这样年轻的世代的信任以及期许。接下来，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一定让台北市蓝天再现，好不好？好。也有意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针对国民党正式提名蒋万安了后，媒体原来关心黄珊珊什么时阵时节正式投入选举。黄珊珊讲，把防疫做好都是上好的准备。把市民照顾好就是最好的准备，然后在工作上面拿出成绩来，就可以赢得人民的信任。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前一天，黄珊珊陪同总统蔡英文到台北营总慰问医护人员，也引起外界质疑，是不是有立白合对抗拿赢的可能性？黄珊珊表示，这届是代表台北市长郭文哲甲台北市民接待总统，除了向总统反映基层防疫的现况，也为医护人员鼓励，强调防疫不分党派，只要对人民好，任何人都会当合作。若是民进党未来安怎提名，目前民进党中央规划听候疫情稳定了后，再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进前5亿劳动者台铁的员工唔加班，所以无火车通坐。经过交通部顶礼拜甲台铁工会进行协商，工会即马已经宣布讲，5日节国定假日因会加班，所以铁路的运输拢会维持正常。存留的部分里面来讲的话，谈论到就是它的薪资结构跟它的该要有的福利事项里面是维持的，院长都同意。同意的情况下，当然我们今天在会中里面有跟我们的常务、跟我们的地区理事长，还有以及火联会的所有的干部里面来讲的话，有做这些声明。这个要整个市的一个大局的一个着想啦。既然行政院善意的回应里面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持续的一个被人家误以为是无厘头的一个抗争的，然后会让社会大众会觉得说我们台铁的会员非常无理，我们是出这种综合的考量。针对台铁工会5日节会正常上班，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感谢，伊嘛期待讲这是一个好的开始，而且伊是强调讲劳资的双方会当理性来讨论台铁的未来，卖当同齐来创新台铁的未来。台北市长郭文哲是表示，台北市疫情的高峰应该是过去啊，即马是进入高原期，就要看讲这高原期会维持偌久。若算讲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大约是4个礼拜，差不多是1个月。我们大概红过了，但是这高原期要维持多久，现在不晓得。郭文哲认为，就算有乌数，台北市的高峰也已经过去，也毋过高原期会维持偌久也毋知影。若为其他国家经验来看，大约是4礼拜，也毋过也强调，台北市目前逐工确诊数拢伫100人左右，医疗量一定有够。反过来看，新北市虽然7天平均数当咧豆豆落来，也毋过礼拜2效应甲快太阳等于是确诊政策上路，有关是疫情变数。本来我们就有周日的效应，所以这2天刚刚好是一个观察点。那今天我们又看到它从15000又回升到21000，因为有这样子一个大幅的回升，所以我们需要再做一个判断，再增长个1-2天，可能可以趋势更明显。罗浩仁表示，疫情敢是慢慢降，也爱阁观察2天。针对中央宣布2日起全面实施快筛阳性看作确诊，新北也会增加晚期门诊实施防疫急门诊转型来应用。北市是用轻重分流，车内所将无提供抗病毒药物。我们这个防疫急门诊要轻重分流，车来数是给年轻人用的，
65岁以下比较简单的在这里大部分处理掉，比较复杂的你就去那个医院的防疫行为者。另外，吴珊珊也进一步表示，巴沙机厂未来无搁做 PCR， 这个所在将转型做看诊和药仔站，停落来看完整，搁开车转去。北市区甲中正纪念堂两个车内所体检站，敢是也会转型，是爱看动线。这两天都会讨论后礼拜以后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即阵国内本土疫情在炭烧，一般去画到的镜头拢是发烧、流鼻水、脑疼，也是扫。也毋过有医生嘛发现讲，有一寡时段是因为跋倒、吐、流，也是身躯感觉好好，认知功能出问题才去医生看。尾安尼嘛拢验出确诊，所以是建议民众，总讲厝内时段有这镜头嘛爱斟酌。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有医师分享临床的经验，观察到4项侪会人非典型新冠肺炎的症状。包括38度以下发烧，还佫有吐甲流，另外还佫有出现认知障碍、话沙咧黑白讲，嘛有袂少民众是因为跋倒去医生看，检查了后才发现讲已经感染新冠肺炎。跌倒髋关节骨折，好，那送来是外科，要开刀的时候才发现，说事实上他是 COVID， 那其实 COVID 才是导致他跌倒的原因，因为 COVID 在这些老人呢，他们的肌肉比较没有力量，所以他产生倦怠。产生无力，一走路跌倒就会容易产生髋关节。好，所以整理起来就是微温、吐泻、谵妄以及跌倒。医师提醒，侪会人若出现这个现象，一定要赶紧予医生看，若发现确诊，才会当伫第一时间开药予伊。也若国内疫情伫民众自发性减少出门的情形之下，确诊人数无加国较遐尔凶啊。不过感染科的医师分析，疫情并无缓和，接下5日内可能会有一波南北搬线的人阵，疫情可能会搁反复。不过，为着人数，若要达到群体免疫的状态是真好。以国外的经验呢，通常一波传下去呢，能够传到3到5成，就差不多就是到顶了。要超过5成是不容易的，所以那群体免疫需要7、8成，所以是不是能达到群体免疫，这个还有待观察。过程之中，可能我们双北地区的这个病例数是减少的，但是有可能中南部的这个病例数在往上，所以一加一减之间，就让整个台湾全国的这个确诊病例数会维持在这个高原期一段时间。医师提醒，即马确诊人数增加，无做 PCR 采检，甲无通报的病例数愈来愈多。目前公布的确诊人数已经无法度直接反映去画到的比例。这波疫情的大流行，对侪岁人甲慢性病的族群，也有无做过疫苗的人威胁是上大。从今年到今，累计当前死亡的个案有701个人，其中年岁伫70岁以上的有614个人，都占8%。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咱台湾去年出生率只有6.55%，创下新低。那苗栗是伫国管区内底已经连续3档拢调查尾。当地妇产科医生就认为讲，这是因为苗栗的药理津贴伤过低。小组化时代来临，根据内政部统计，台湾2021年新生儿比前一年减少1.2万人，初步估计出生率是6.55%，毋但创历史新低，搁较是全球上低。其中苗栗县为2019年起，出生率连续3年拢伫国管区中调查尾，民众感觉真意外，也毋过也承认生活压力大。不可能吧？苗栗是乡下对啊。那你觉得乡下应该生育率比较高？对啊，当然啦，比较闲啊。物价水平跟一些教育的费用都还蛮高的。妇产科医师分析，往4年苗栗县内的接生数据，发现北边的竹南豆份受到初级效应影响，真侪人失去生育补助条件更较悬的生殖生产，估计是经济问题造成人口流失。年轻的青壮人口可能会到外县市去，所以根据这几年来，我们苗栗人口一直老化，年轻人的比例越来越少。苗栗县府表示，目前财政由原受中央控管，2020年生育津贴一胎6600，全国上低，是造成出生率低的原因。今年已经调悬到1万，希望会当推出生育率。去年从6600就调成8800，那今年就再调成1万块。人口已经是台湾国安赞助的问题，教育部顶日宣布，2岁到8月晚5岁的育儿津贴，今年8月开始调悬，每个月5000，为中央到地方拢压钱。也毋过生育意愿牵涉到整体物价薪水水平，预计搁较市井，妇产科当面临找不到医师的困境，解决生育问题恐惊无遐尔简单。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来新竹市，新竹市正出名的观光景点青草湖，过去水面拢是水湖啊，即马拢已经变掉啊。所以清华大学运动科学系即马有参民间团体合作，伫遮规划运动甲观光活动，希望兼顾生态，来当提升观光效益。有即马上时行的骑力各船 SUP， 冒大粒囡仔拢驾驭的天鹅船。新竹市出名的景点青草湖，经过2冬外的整理，原底拖甲满满是的布地林，即马已经消失啦。原本丰富的生态甲休闲环境，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头前。青草湖呢，算是我们的清大，离我们的清大的这个距离非常近，大概10分钟不到。那我们觉得呢，基本上呢，能够透过清大的老师跟学生的一些能量哦，做一些我们叫做社会实践的工作，是在地实践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像我们谈到的是一个产学合作。除了推广水上活动，未来嘛希望介意运动的学生有当发挥，透过结合在地人文历史加自然生态，推广在地观光。在经济系学到行销这些东西跟运动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之后，就让我就是在这边就是真的可以实际要做到这些东西，去累积我的经验。这样规划了相关的课程，能够为这个青草湖规划更深度、更精致的旅游活动。市府开1.6亿经费整理青草湖，这站环境已经比过去改善真侪。即马进一步希望透过学校甲民间的力量，向大家推广青草湖，同时把做伙培育运动人才。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这礼拜真侪所在，高中以下拢是改用线顶上课。嘛，因为囡仔伫厝内，所以一寡家长顾不炯，爱请防疫照顾假。因过防疫照顾假是无薪水的，所以有几个民间团体即马是呼吁政府应该拨一寡预算来补贴有请防疫照顾假的家长。全台湾真侪高中以下学校即礼拜拢停课，一寡较欠资源的家庭压力真大。妇女新知基金会二哥甲几内的照顾工会做伙开线顶记者会，呼吁政府正视各种照顾体系强要放弃的问题。我到底要不要把它留到托育设施，留在长照机构？那会不会提高它的染疫风险？那其实这2个族群都是，这个死亡率是比较高的。那对很多的人来说，我是要选择我的家人的生命还是收入？那这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妇女新知表示，政府以经济为主，无强制企业停办，但是家长所夹伫中间，两边为难，尤其是一寡较弱势家庭，亲像单亲家庭妇女，着惊囡仔去学校若袂着，家己嘛袂当食头路，生活是要安怎过？因希望政府通用纾困预算做防疫照顾假的津贴。那疫情起伏的影响，单亲家长们感到焦虑之处，是因为他们必须要独自照顾孩子和赚取收入，那加上缺乏了这个支持的系统，根本就不知道后援在哪里。妇女新知建议，政府会当以前一档劳工就业保险的平均投保薪资做防疫照顾假的津贴标准。劳动部是表示，因为即摆防疫照顾假责任无法度归责予雇主，所以无强制付薪水。未来会搁再讨论各界意见。记者电话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真侪美国人最近接去排队的所在，毋是为着要买新的手机啊，也是买限量的布鞋啊，因是去法院排队咧抢限量的名额。因为敢若有100个人会当入去法院内底听大明星强尼戴普甲伊的情某安博2个人相告的官司。And what did you say in response when Miss Heard said, "Tell the world, Johnny, tell them Johnny Depp, I, Johnny Depp, a man, I'm a victim too of domestic violence"? I said, yes, I am. I just sat there thinking, how much time do I have till I figure out what I need to do? Because, God, did he just hit me? 好莱坞明星强尼戴普故意的情某安伯赫德诽谤的官司，最近伫全世界娱乐新闻，大家拢正注意。这场官司是因为强尼戴普不满安伯赫德2018年伫咧媒体暗示伊家暴，提出诽谤的官司。要求5000万美金的赔偿，结果安伯赫德提出反诉，要求1亿美金的赔偿。伫审判的过程，2个人真侪私底下个人的代志，拢互人晓出来，袂输敢若一出戏，所以真侪人排队要来看。Only 60 so far. 伊雨伞、暗棍，甚至有人规支粗面皮倒伫咧涂骹等，天也未光，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法院外口就排甲落长。
大家拢要抢入去傍听的名额，想要入去看强尼戴普甲安伯赫德这场世纪的官司。I was here at 6:30. That was crazy. But even though I got here 6:30, I ended up being here because there was a rush of crazy crowd. 排队人大部分拢是强尼戴普的 fans， 也有一寡是专工自别个州过来排队的。大家透暝排队，是因为逐工傍听的名额只敢若100位，若想晚来就排无班。Well, Sunday to Monday, I drove here, and we got here around 2 a.m. and the line was just way too long, so we just turned right around and drove right back home. So that was 7 hours driving for nothing. 无法度入去的人就伫咧外口举牌啊，迎接强尼戴普。现场有一寡是来替安伯赫德加油的，不过人数差真多。这场官司败2-7结辩，结果交予陪审团裁决。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西班牙马洛卡岛外海顶礼拜有一只大海翁去互一款放铃仔的渔网仔颠掉咧，加在渔船只去通报，救援中心有4个专家冲水去救。若这只海翁嘛那亲像有灵性共款，点点配合救援，而且尾仔阁发出声音才离开。救援人员就表示讲，因那亲像在甲因说多谢，感谢救命之恩。伫海里，这只海翁当面临生死关头，4个唱水人员举刀啊挖过，想要甲斗相共，因为伊几分输去互一领违法使用的铃仔颠掉咧。这个海蟹伫西班牙马略卡岛东边，离岸边差不多5公里远。有船仔经过发现了后，赶紧通报当地救援中心，因随出动船仔挖过。一个海洋生物学家观察，这只12公尺长的海翁，想尽办法想要甲颠掉的网仔捋掉，不过煞拢是白了工。Va respirando cada minuto, casi no tiene fuerza, ¿vale? Tiene una red que es súper larga y tira popa, tira abajo, se pasa por la dorsal. 原本想要伫咧船仔顶直接甲网仔挂互破，不过煞无成功。4个救援的人员随冲落海底，发现这只海翁连喙都拢去互网仔颠掉咧。打开始海翁看到人还阁淡薄仔紧张，不过过一时啊，伊敢若知影讲，这个人是要来甲伊斗相共的。I don't know, call me crazy, but I think she knew we were there to help her, and she just relaxed, and we started working from like the front of her mouth backwards. 这救援的人员用45分钟，才总算甲网仔规个拢拔起来。伫咧挂网仔的过程当中，嘛感受到这只海翁有哪咧配合，想要赶紧甲网仔透开。生物学家吉吉托拉斯讲，这只海翁重新得到自由了后，还阁有歇伫咧遐一时啊。伊感觉讲这是海翁伫咧甲伊说多谢，了后伊才收走。迄天拄好嘛是这个生物学家的生日，对伊来讲是一个真特别的经验。记者综合报道。印度甲巴基斯坦今年3、4月啊，就已经出现40度的高温，有一寡所在高温拢打破纪录。专家就表示，气候变迁地区这款极端的高温会接伫南亚发生，而且机会会增加30倍。过去是3000年一届，即嘛是100年一届。印度今年出现1901年有记录以来平均气温上悬的3月，各地一直传出有40度以上的高温。新德里总统府前下点仔街路受到强烈引起，欠水欠电，互民众真艰苦。लाइट नहीं होती घर पे, पानी 1-2 दिन में आता जी, इसके कारण घर में सब्जी वब्जी सब खराब होती है।研究全球暖化对极端天气影响的专家23发表报告指出，目前全球平均的温度比工业革命前悬出1.2度，这种人为造成的变迁，使得极端烧风发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过去平均3000年发生一届，伫南亚地区的周期缩短到100年，等于是增加30倍。立足地球平均的温度升悬到比工业化进程悬2度，像这种的烧风，伫南亚可能1世纪就发生2届，甚至每5年就会发生一届。The scientific evidence is overwhelming in concluding that this kind of event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and
indeed this is a sign of things to come. 氣候暖化的衝擊影響真大，巴基斯坦冰川破去，造成水位嚴重大水，高溫原來讓印度的小麥欠收，必須國家禁止出口，所以無法導致俄烏戰爭所造成的世界糧食欠缺得到理順。高地區電力的需求提早變暗，都要用土炭來供應，幾條百萬人嚴重欠電，更加重要是奪走人命。印巴兩國至少有90人因為燒風相關的因素死亡，實際數字可能更加懸。印度有1/3的人住佇較發生高溫的所在，善食人、弱勢、老人甲囡仔因的影響上大。專家是講，世界若需要大量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也需要趕緊應應暖化的危害。印度西部城市雅美拉巴德，早佇2013年就成為南亞頭一個為840萬人所設計消防計劃城市。計劃包括預警系統，讓居民學校甲公部門早做準備，也閣佇厝頂使用白色甲反光的抹料，甚至鋪閣較俗的大草，讓室內會當降溫。不過大部分印度城市欠缺準備，聯邦政府當日甲地方來合作制定類似的計劃。公司新聞是會中編譯。天氣報道者來關心今日各地同款雨量的真錯，佇西半部、東北部落雨時間蠻較長，若中南部落雨機會蠻增加，一直等到拜六，雨水才較減少，而且溫度會回升。再來關心今日各地頭的溫度。北部的溫度上加22度，上懸26度。中部的溫度上加23度，上懸28度。南部的溫度上加24度，上懸有30度。東部的溫度上加23度，上懸29度。外島的溫度是19度至27度。咱來關心未來3天的天氣。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公視台語台早起新聞，我是柯興竹，祝您平安順心，明仔早起9點，咱再會。